新闻一开始，先来看新德县远东新世纪新埔的签米厂，透早3点发生爆炸，目前是已经造成249伤。业者嘛随发布重大消息，回息咧，讲应该是林造明啊在厂内底保温管泄漏，才来引起爆炸。这事故原因等待调查，劳动部嘛已经先下令停工。乌烟瘴气的天顶，火烧未停。将对看水线拍火，伫外口拍火也入去内面救人。伫新德县的远东新世纪新埔化纤厂发生爆炸意外，声音真大声，威力也真惊人。伫厂房内面至少2个人死亡，拢是本国籍的员工。另外有19位本国甲外国籍的员工轻重伤。火警有发报，发报的话，主管的话派人去看，看的话旁边有些单位人去支援，支援的话到那边的话，那个气体因为浓度太高，就突然爆炸。这件重大工安事故发生伫咧初六透早要3点，案发了几点钟，厂房依然有高烟，将队继续伫咧现场警戒。业者讲，伫警报器响了，值班的主管随去看，抑个未火查什么原因，也未关开关，就发生爆炸导火。远东新世纪也发重要信息讲，对生产营运抑个财务业务并无重大影响，造成社会不安向民众回息的。初步分析，聚酯棉厂房的保温管线有漏，所以才会发生爆炸。新德县长杨文科一早起就到现场，也进一步说明，初步看起来原因是导线原油有漏。它是一个重酒厂、一个棉料厂跟一个吃漆厂3个地方。那发生事故在1楼，那初步判断是这个道生原油的泄漏。杨文科讲，详细原因抑个等待调查。不过，案发的新埔厂，佮加上这边的意外，6年来已经有5遍火警。工安事故这么接，即马相关机关也被彻底调查火灾原因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